夠鐘啦，講啦。今日幾多號？16號咯。4月16。1960年4月16號下晝3點之前1分鐘，你同我喺埋一齊。因為你，我會記得嗰1分鐘。由而家開始，我哋就係1分鐘嘅朋友。呢個係事實嚟嘅，你追唔返嘅，因為已經過去咗。我體會咗你。佢有冇因為我而記得嗰分鐘？我唔知，但我一直都記住呢個人。後尾佢真係日日都嚟，我哋就由1分鐘嘅朋友變成2分鐘嘅朋友。冇幾耐，我每日起碼見1個鐘頭。